大家好，又係 Mr. Question。美以伊開戰前一周，中國16架運20連忙趕赴伊朗，據說就係話運送紅旗 9B， 咁又有好多個問題啦。有幾多個型嘅紅旗 9B 呢？邊個嚟操作呢？伊朗喺2025年嘅 S300就俾以色列嘅 F-35I 就打掉，發揮唔到遠程防空功能。紅旗 9B 又能唔能夠勝任呢？2025年印巴空戰中，巴方用梟龍戰機就打擊印度嘅 S400， 用嘅就係中國嘅電戰裝備，而紅旗 9B 雷達又協助殲10 C 打落咗多架陣風戰機，而陣風戰機除咗引申不及 F-35C， 已經係西方嘅一流戰機啦。防空強先要抗電子干擾強 ，F-35A 雷達引申加電子干擾。美國話就算係 L 波段探測到 F-35都鎖唔到，就算俾你鎖得到都打唔中。美國有線電視網絡 CNN 3月19日報導，據兩名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國一架 F-35戰機相信遭伊朗導彈擊中之後，喺中東某個美軍空軍基地緊急降落。呢個就係自2月底戰爭爆發以來，伊朗首次擊中美國隱身戰機。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言人霍金斯表示，呢一架第5代隱身戰鬥機喺伊朗上空執行作戰任務嘅時候，被迫緊急降落。事發之際，美國高層官員仍持續主張對伊朗嘅軍事行動保騙勝利。戰爭部長克格塞斯表示，美方取得決定性勝利，伊朗防空系統已經係全部被摧毀。冇錯，美以狂轟濫炸咗幾千彈之後，多次話已經摧毀咗伊朗嘅防空系統、空軍同埋海軍。咁樣今次擊中 F-35A 嘅係唔係拎大衛彈珠嚟打嘅呢？今集又讓我哋研究一下如何擊中美國最先進嘅5代隱身戰機。Mr. Question 問題先生發掘時事盲點，揾出正確答案，讓大家明白事實嘅真相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請各位訂閱並且撳埋右下角個鈴鈴，再選期全部，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各位。攻擊防空系統其實係一個電子攻防戰，首先要揾到防空雷達，然後進行電磁干擾。喺對方未能夠鎖定己方嘅飛機之前，電磁壓制，擾亂雷達回波，令佢失去效能。探測計算到雷達位置，發射反輻射導彈，將其摧毀。防空雷達嘅功率比飛機搭載嘅電磁干擾系統強好多，干擾有一定難度，而且要喺被發現鎖定前要壓制到，難度更大。反輻射導彈嘅射程只有幾十公里，攻擊方嘅飛機有好大風險，所以美軍要用 F-35隱身戰機。印巴空戰中，巴方用嘅飛機係梟龍3型，冇隱身功能，而敵方係當今最強嘅俄製 S400，電子干擾能力就要好強啦。攻擊阿丹普爾空軍基地。5月11日，巴方聲稱佢空軍裝備咗中國製造嘅 CM400AKG 導彈嘅梟龍3型戰機，喺5月10日成功打擊咗印度阿丹布爾空軍基地嘅俄製 S400防空系統。阿丹布爾基地嘅斯派德防空系統就參與咗呢一次嘅攔截行動，
呢個就意味住部分 CM400AKG 導彈突破咗 S400嘅防線，並且進入咗基地嘅防空圈。據部分消息透露， S400操作員喺襲擊中亦都受咗傷亡。如果最終確認 CM400AKG 導彈成功命中目標，咁可能摧毀嘅將會係 S400嘅雷達車或者係指揮車等嘅關鍵組件啦。巴基斯坦方面宣布嘅衛星圖像顯示 S400喺導彈打擊後被摧毀，現場留下明顯嘅撞擊痕跡。印度軍方對此予以否認，稱相關報導係假消息。如果屬實，呢個不僅係全球首次公開記錄嘅 S400實戰失敗嘅案例，亦都被視為中國武器性能嘅一次重大驗證。S400防空系統 S400係俄羅斯國土空軍第3代地對空導彈嘅系統，用於從超低空到高空、近距離到遠距離嘅全空域對抗密集多個目標嘅空襲。該導彈研製嘅型號咧就係稱為 S300 PMU3， 為 S300 家族之一。系統採用4種專門導彈對應防空需要，包括超遠程嘅 40N6 400公里，遠程嘅 48N6E3 250公里，中程嘅 9M96E2 110公里，近程嘅 9M96E 40公里，互相彌補，構成更多層次嘅防空屏障。呢一種獨特嘅武器設計，比稱為一種導彈，就不如稱為導彈組合系統，就更加適合啦。佢嘅戰術思想就係透過協同化現有多種導彈，加上強化過嘅精手電戰，就成為戰場上嘅一種新戰術單元。S400嘅好多特徵專門係用喺克服對方嘅反制手段同埋隱形功能，配備咗有強大嘅雷達功能，增強咗反干擾能力。S400系統仲可以直接接管現有嘅 S300系統，列入組合成為一體化。對於已經採用俄製防空系統嘅國家嚟講咧，就容易導入啦。截至2014年12月，俄空軍裝備咗8個型嘅 S400 防空導彈。可能攻擊過程，巴軍派出咗多架殲十 CE 作為空中掩護，4架梟龍掛載住空地導彈，突防印軍嘅空中防線，攻擊多個空軍基地。最近一個咧就係阿丹普爾空軍基地，僅係距離巴邊境89公里。巴基斯坦空軍今次成功打擊咗 S400，顯然係一場典型嘅 SEAD 作戰的防空壓制作戰。早喺2023年，巴基斯坦空軍嘅演習中咧就展示過呢個類似嘅戰術㗎啦。由預警機擔任空中指揮平台，殲十 CE 戰機負責提供空中掩護，而 DA-20 電子戰戰機就負責實施廣泛嘅電磁壓制。咁喺呢個作戰體系之下，梟龍戰機就掛載 CM400AKG， 模擬攻擊敵方嘅中心目標。尤其值得提嘅係 DA-20 電子戰機，最初咧係法國達索公司製造嘅獵鷹20公務機。巴基斯坦空軍咧就喺2018年將佢改裝備咗中國出口嘅 JN1101F 電子對抗系統，專門用於干擾敵方嘅空同埋空地指揮引導系統。自2019年印巴空戰以來， DA-20 就成為巴基斯坦空軍中嘅主要力量啦。梟龍戰機同多個殲十 CE 雙機編隊嘅聯合作戰，喺 DA-20 嘅電子戰機同埋預警機嘅情報支持之下，巴基斯坦就成功突破咗印度嘅防線，並憑借 S400 部署地點距離印巴邊界僅係89公里嘅優勢，成功發射 CM400AKG 導彈，打破咗 S400 嘅防禦體系。
中國電子戰世界前列，全球都係研究緊印巴空戰，打咗2日，大局已定。細心想想，紅旗9嘅雷達、預警機同埋殲10 CE 嘅雷達能夠無縫連接，打落多架戰機，梟龍打擊 F-48得手，紅旗9、紅旗16打下咗數十個無人機，背後最重要係強大嘅電子戰能力，干擾同埋抗干擾，加上多種嘅通訊方式，攻防兼備，互相配合，呢個就係全面性嘅強啦。美軍有信心同中國開戰咩？美國人天天諗住自己係最強，呢個國家唔賣俾你 F-35，就怕你洩漏俾中國。嗰個國家我又唔賣俾你 F-35，就怕你對付以色列。但係喺南海永興島附近殲16前鬥 F-35接近咗50分鐘，大家聽清楚啊！唔係引申嘅4代半殲16，竟然能夠近距前鬥引申嘅5代 F-35，又係中國電子壓倒最強嘅美國電子，輸咗就唔係強啦。未來可能嘅美伊空戰就會反過嚟，美軍會出動 EA-18 電戰機作為電磁干擾 ，F-35利用雷達引申功能攻擊紅旗 9B 嘅雷達。我哋又睇睇紅旗 9B 嘅性能。紅旗9彈體採用無翼式系統佈局，即係導彈主體上面冇安裝任何方向控制面同埋航行穩定面，只有4片梯形嘅尾翼，飛彈飛行嘅阻力就大大降低，最高速度可達到4馬赫。導彈嘅不可逃逸攔截區半徑比 F-38初期嘅型號大好多。導彈航向由矢量發動機控制，配合慣性導航穩定系統，能夠準確檢測彈體嘅飛行姿態同埋方向。導彈採用終端主動雷達制度，同樣係採用將導彈拋射出彈射筒之後再點火嘅冷發射方式。紅旗9嘅導彈系統係以旅作為作戰單位嘅，一個完整嘅旅級作戰單元就係由6個營級單位組成，一般有1輛指揮車、控制車、目標雷達照射車、搜索雷達車各6輛，導彈發射車就為48輛，發射車就係8×8重型越野車嘅底盤，每輛導彈發射車4個導彈運輸發射筒，可以裝載4枚紅旗9導彈，即使係一個旅就有192枚導彈啦。紅旗9配套 SJ-212 遠型搜索雷達同埋 HT-233 雙抗陣火控雷達，可以對最具威脅嘅6個目標優先接戰。紅旗 9B 喺2017年建軍90週年嘅閱兵上面，紅旗 9B 首次亮相，外形上同紅旗9相比差別不大。通過對紅旗 9B 彈體嘅外觀分析，借助電子元件技術進步，佢嘅制導艙就長度縮短咗，相應嘅動力艙長度就有所增加。咁即就意味住紅旗 9B 可以攜帶更多燃料，加上新高比衝固體燃料推進劑嘅應用，最大射程就提升到200公里以上。紅旗 9B 嘅最大射程就達到250公里，可以覆蓋接近20萬平方公里嘅空域，具有360度雷達探測同埋冷發射技術，可以全方位攔截來襲嘅目標。系統可以搭載多型飛彈，形成係分層防禦，並且多次喺實戰化演訓中通過飛彈同埋電磁攻擊測試。紅旗 9B 能夠同俄系系統互通，咁就方便咗嗰啲係使用緊 S-38嘅部隊啦。多方面分析就認為性能超越美國愛國者飛彈同埋俄製嘅 S-38 PMU-2，部分功能更加接近 S-48，
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嘅防空武器之一。紅旗九 C。2024年8月份，央視報道咗中部戰區空軍某地道裏實施實彈打靶嘅新聞，出現咗紅旗9迷你型。紅旗9 C 縮小咗彈體，戰鬥部後面增加咗助推火箭，總共裝備8具小直徑發射筒，提高咗地面防空型火力嘅密度。紅旗9 C 同埋紅旗9 B 使用嘅發射車底盤係完全通用嘅。導彈發射筒上面有 ADK 9 C 嘅字樣，意思就係空軍地空導彈9號第3種改進型。紅旗9 C 嘅最大射程好難低過150公里啦，大概應該喺200公里左右。紅旗9 B 射高3萬米，最大射程大概係250公里，屬於遠程防空導彈。而估計紅旗9 C 嘅射程同埋射高都比紅旗9 B 少，可能係中程防空導彈，有較高機動性同埋更低嘅射高，更可攔截中低空嘅飛機同埋巡航導彈，形成高遠程防空導彈嘅低空搭配，好似係 S-400嘅多款導彈共體嘅概念。紅旗9 B 能勝美攻擊嗎？印巴空戰，中國裝備就展現出電子戰嘅優勢，能夠壓制當今最強嘅 S-400，由不具隱身功能嘅梟龍戰機發射反輻射導彈。但係你會話俄羅斯嘅電子水平低，而美國就話自己係全球最強嘅。美軍可能嘅攻擊係利用衛星先揾到防空導彈嘅位置，然後發射大量戰斧長導彈摧毀導彈基地。但係伊方會放置好多假雷達同埋發射車，誤導美軍。喺巡航導彈嘅可能路線上面放置咗 GPS 干擾器，呢一啲喺敘利亞，俄軍就曾經成功干擾80% 以上嘅戰斧啦。咁剩低嘅戰斧導彈就會由伊朗嘅中程防空導彈招呼啦，打向紅旗9 B 嘅就會由佢自己解決咯。第一波打擊不成之後，林肯號航母上面就會起飛 EA-18 咆哮者戰機同埋 F-35C 隱身戰機，搜索雷達揾到之後 EA-18 會進行電磁干擾，勝敗就喺幾分鐘之內啦。紅旗9配套 SJ-212型遠程搜索雷達嘅最大搜索距離達到600公里，能夠同時追蹤距離300公里以內、高度7000米以下嘅100個空中目標，遠喺 EA-18 發現前就已經被鎖定啦。到咗200公里外就可以發射導彈， F-35C 都冇辦法安全接近啦。SJ-212 搜索雷達嘅新改型具備一定嘅反隱身能力，都能夠喺 F-22能攻擊嘅距離外發現目標。HT-233型防空雷達工作喺 C 波段，輸出率大，反電子干擾力更強，能夠喺120公里攻擊隱身飛機。F-35還是不錯。
被擊落嘅 F-15E 話有5架，科威特承認咧就係3架，都係墜毀喺科威特境內。美軍咧就話係科威特軍誤擊所致，呢個說法只能夠呃嗰啲軍盲嘅啫。戰機都有敵我識別器噶嘛，如果係誤擊，咁就係極低級嘅錯誤。仲有啊，都係向東飛向伊朗，咁係咪從後打佢咧？而且仲係連續最少3架添啊 ！F-15唔係有飛彈來襲警報嘅咩 ？F-35真係要先進好多啦，只係被擊傷，仲能夠飛回基地，可能係運氣加機動性高，仲能夠躲避導彈，唔似老一代嘅 F-15一發就打落啦。紅旗 9B 嘅數量太少啦，保衛唔到幾個設施，但係就展示咗紅旗 9B 嘅威力，證明打得到美國嘅5代隱身戰機，亦都俾中國裝備又一次宣傳啦。今次打中 F-35，有說話係遭紅外線探測同埋引導嘅導彈打中。伊朗宣稱係新型防空系統，紅外引導可以用喺50公里內嘅空中目標。美國空軍用嘅係 GPS 定位滑翔炸彈，射程30到50公里。戰機投放咧會喺較低嘅高度，規避雷達，亦都因為咁樣咧容易被紅外系統鎖定。但係呢個係末端攻擊嘅選項，整個過程仍需要預警同埋中距嘅追蹤，雷達仲仍然係重要嘅設備。到目前為止，喺空中同埋地上，一共16架有人軍機同埋125架無人機被擊中。無人機主要係拆彈一體，包括美國 MQ-9 死神。請各位訂閱緊隨本頻道影片，獲取更新嘅資訊。希望大家廣傳，並且歡迎留言讚好。拜拜。大家好，又是 Mr. Question。美以1開戰前1週，中國16架U-20連忙趕赴伊朗，據說是運送紅旗 9B， 那麼就有多個問題了。有多少個贏的紅旗 9B 呢？誰來操作？伊朗在2025年的 S-300被以色列的 F-35I 打掉，發揮不了遠程防空功用，紅旗 9B 又能否勝任？2025年印巴空戰中，巴方用梟龍戰機打擊印度的 S-400， 用的是中國的電戰裝備，而紅旗 9B 雷達又協助殲10C 打落多架陣風戰機，而陣風戰機除隱身不及 F-35C， 已是西方的一流戰機，防空強先要抗電子干擾強。F-35雷達隱身加電子干擾，美國說就算 L 波段探測到 F-35都搜不到，就算所得到都打不中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3月19日報道，據2名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國1架 F-35戰鬥機相信遭伊朗導彈擊中後，在中東的某美軍空軍基地緊急降落。這是自2月底戰爭爆發以來，伊朗首次擊中美國隱身戰機。美軍中央司令部發言人霍金斯 Tim Hawkins 表示，這架第5代隱身戰鬥機在伊朗上空執行作戰任務時被迫緊急降落。事發之際，美國高層官員仍持續主張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普遍成功。戰爭部長赫格塞斯 P. Hegseth 表示，美方取得決定性勝利，伊朗防空系統已全部被摧毀。沒錯，美以狂轟濫炸幾千彈後，多次說已摧毀伊朗的防空系統、空軍和海軍。那麼今次擊中 F-35是不是拿大衛彈珠來打呢？今集又讓我們研究一下如何擊中美國最先進的5代隱身戰機。Mr. Question 問題先生發掘時事盲點，找出正確答案，讓大家明白事實的真相。在節目開始前，請行電磁干擾，在對方未能鎖定己方飛機前，電磁壓制，擾亂雷達回波，令其失效。探測，計算到雷達位置，發射反輻射導彈，
将其摧毁。防空雷达的功率比飞机搭载的电磁干扰系统强很多，干扰有一定难度，而且要在被发现锁定前要压制到，难度更大。反辐射导弹的射程只有几十公里，攻击方的飞机有很大风险，所以美军要用 F-35印身战机。印巴空战中，巴方用的飞机是枭龙3型，没印身功能，而敌方是当今最降的俄制 S-400，电子干扰能力就要很降了。攻击阿丹普尔空军基地。5月11日，巴方声称其空军装备中国制造的 CM-400AKG 导弹的枭龙3型战斗机，在5月10日成功打击了印度阿丹布尔空军基地的俄制 S-400防空系统。阿丹普尔基地的斯派德防空系统参与了此次拦截行动，这意味着部分 CM-400AKG 导弹突破了 S-400的防线，并成功进入了基地防空圈。据部分消息透露， S-400操作员在袭击中也遭受了伤亡。如果最终确认 CM-400AKG 导弹成功命中目标，那可能摧毁的将是 S-400的雷达或指挥车等关键组件。巴基斯坦方面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， S-400在导弹打击后被摧毁，现场留下明显的撞击痕迹。印度军方对此予以否认，称相关报道为假消息。如果属实，这不仅是全球首次公开记录的 S-400实战失败案例，也被视为中国产武器性能的一次重大验证。S-400防空系统。 S-400是俄罗斯国土防空军第3代地对空导弹系统，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、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。该导弹研制型号又称为 S-300PMU-3，为 S-300家族之一。系统采用4种专门导弹对应防空需要，包括超远程 40N6 400公里，远程 48N6E3 250公里，中程 9M9612 120公里，近程 9M96E 40公里，互相弥补，构成多个层次的防空屏障。此种独特的武器设计，比起称为一种导弹，称为导弹组合系统更合适。其战术思想是透过协同化现有多种导弹，加上强化过的侦搜电站，成为战场上的一种新战术单元。S-400的许多特征专门用于克服敌方的反制手段和隐形功能，配备有更强大的雷达功能，增强了反干扰的能力。S-400系统还可以直接接管现有的 S-300系列，纳入组合一体化。对于已经采用俄系防空导弹的国家，很容易导入。截至2014年12月，俄空军装备8个营的 S-400防空导弹。可能攻击过程。巴军派出多架歼十 CE 做空中掩护，4架枭龙挂载空地导弹，突破印军空中防线，攻击多个空军基地。最近一个是阿丹普尔空军基地，仅距印巴边界89公里。巴基斯坦空军这次成功打击 S-400，显然是一场典型的 C 作战，敌防空压制作战。早在2023年，巴基斯坦空军的演习中便展示了类似的战术。由预警机担任空中指挥平台，歼十 C 战机负责提供空中掩护，而搭20电子战机则负责实施广泛的电磁压制。在这一作战体系下，枭龙战机搭载 CM-400AKG， 模拟攻击敌方纵深目标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搭20电子战机最初为法国达索公司制造的猎鹰20公务机，巴基斯坦空军于2018年将其改装，装备了中国出口的 JN1101F 电子对抗系统，专门用于干扰敌方的空和空地指挥引导系统。自2019年印巴空战以来，搭20便成为巴基斯坦空军中的重要力量。枭龙战机与多个歼十 CE 双机编队的联合作战，在搭20电子战机和预警机的情报支持下，巴基斯坦成功突破了印度的防空线，并凭借 S-400部署地点距离印巴边界仅89公里的优势，成功发射 CM-400AKG 导弹，打破了 S-400的防御体系。中国电子战世界前列，全球都在研究印巴空战，打了2天，大局已定。细心想想，红旗9的雷达、预警机和歼十 C 的雷达能无缝连接，打落多架战机，枭龙打击 S-400得手，红旗9、红旗16打下数十无人机，背后最重要是强大的电子战能力，干扰与抗干扰，
加上多种通讯方式，攻防兼备，互相配合，这个全面性的强，美军有信心和中国开战吗？美国人天天想着自己是最强，这国我不卖你 F-35，怕你泄露给中国；那国我不卖你 F-35，怕你对付以色列。但在南海永兴岛附近歼16缠斗 F-35接近50分钟，大家听清楚，不隐身的4代半歼16竟能近距缠斗隐身的5代 F-35。又是中国电子压倒最强的美国电子，输了就不是强了。未来可能的美伊空战就反过来了，美军会出动 EA-18电战机做电磁干扰 ，F-35利用其雷达隐身能力攻击红旗 9B 的雷达。我们又看看红旗 9B 的性能。红旗9弹体采用无意识气动布局，即导弹主体上没有安装任何方向控制面和航行稳定面，只有4片梯形尾舵，导弹飞行时的阻力大大降低，最高速度可超过4马赫。导弹的不可逃逸拦截区半径比 S-300初期型号更大。导弹航向由矢量推力发动机控制，配合惯性导航稳定系统，能够准确检查弹体的飞行姿势和方向。导弹采用终端主动雷达制导，同样采用了将导弹抛射出发射筒之后再点火的冷发射方式。红旗9的导弹系统以旅为作战单位，一个完整的旅级作战单元由6个营级单位组成，一般有1辆指挥车、控制车、目标雷达照射车、搜索雷达车各6辆，导弹发射车为48辆，发射车为8×8重型越野车底盘，每辆导弹发射车4个导弹储运发射筒，可装载4枚红旗9导弹，即一个旅有192枚导弹。红旗9配套 SJ-212 型远程搜索雷达和 HT-233 型相控阵火控雷达，可对最具威胁的6个目标优先接战。红旗 9B 在2017年建军90周年阅兵式上，红旗 9B 首次亮相，外形上与红旗9相比差别不大。通过对红旗 9B 弹体外观分析，借助电子元件技术进步，其制导舱长度缩短了，相应的动力舱长度有所增加，意味着红旗 9B 携带更多燃料，加上新高比冲固体燃料推进剂应用，最大射程提升到200千米以上。红旗 9B 的最大射程达250公里，可覆盖近20万平方公里空域，具360度雷达侦测与冷发射技术，可全方位拦截来袭目标，系统可搭载多型飞弹形成分层防御，并已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通过飞弹与电磁攻击测试。红旗 9B 能与俄系武器互通，方便了那些已在使用 S-300的部队。多方分析认为，性能超越美制爱国者飞弹与俄制 S-300 PMU-2， 部分功能更接近 S-400， 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防空武器之一。红旗 9C 2024年8月份，央视报道了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岛屿实施实弹打靶的新闻，出现了红旗9迷你型。红旗 9C 缩小了弹体，战斗部后方增加侧推火箭，总共配备8具小直径发射筒，提高地面防空营火力密度。红旗 9C 与红旗 9B 使用的发射车底盘完全通用，导弹发射筒上有 ADK-9C 的字样，意思是空军地空导弹9号第3种改进型。红旗 9C 的最大射程很难低于150公里，大概率是200公里左右。红旗 9B 射高3万米，最大射程约250公里，属于远程防空导弹。而估计红旗 9C 的射高和射程都比红旗 9B 少，可能是中程防空导弹，有较高的机动性和更低的射高，更好拦截中低空的飞机及巡航导弹，形成高远程防空导弹的低空搭配，像 S-400 的多款导弹共体概念。红旗 9B 能胜美攻击，印巴空战，中国装备展现出电子战的优势，能压制当今最强的 S-400， 由不具隐身功能的枭龙战机发射反辐射导弹。但你可能会说，俄罗斯的电子水平低，而美国则自称全球最强。美军可能的攻击是利用卫星先找出防空导弹的位置，然后发射大量战斧巡航导弹，摧毁导弹基地。但伊方会放置很多假雷达和发射车，误导美军。在巡航导弹的可能路线上放置 GPS 干扰器，这点在叙利亚、
俄军就曾经成功干扰80%以上的战俘了。剩下的战俘导弹由伊朗的中程防空导弹招呼，打向红旗9 B 的就由其解决了。第一波打击不成后，林肯号航母起飞 ，EA-18 咆哮电战机和 F-35C 隐身战机搜索雷达，找到后 ，EA-18 进行电磁干扰，胜败就在几分钟内。红旗9配套 SJ-212型远程搜索雷达的最大搜索距离达600公里，能同时追踪距离300公里以内、高度7000米以下的100个空中目标。远在被 EA-18 发现前已锁定目标，到了250公里外可以发射导弹 ，F-35C 无法安全接近。SJ-212搜索雷达的新改型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，都能在 F-22能攻击距离外发现目标。HT-233型火控雷达工作在 C 波段，输出功率大，反电子干扰能力极强，能在120公里攻击隐身飞机。F-35还是不错。被击落的 F-15E 有说是5架，科威特承认是3架，都坠毁在科威特境内。美军说是科威特军误击所致，这说法只能欺骗军盲。战机都有敌我识别器，如果是误击，就是极低级的错误。还有都是朝东飞向伊朗，从后打他吗？更怎会是连续最少3架呢？ F-15不是有飞弹来袭警报吗？ F-35真的要先进很多了，只是被击伤还能飞回基地，可能是运气加机动性高，还能躲避导弹，不像老一代的 F-15一发就打落了。红旗9 B 的数量太少了，保护不了几个设施，但却展示了红旗9 B 的威力，证明打得到美国的5代隐身战机，也是给中国装备又一次宣传了。今次打中 F-35有说是遭红外线探测和引导的导弹打击，伊朗宣称是新型防空系统。红外引导可用于50公里内的空中目标，美国空军用的是 GPS 定位滑翔炸弹，射程30至50公里，战机投放会在较低高度规避雷达，也就较易被红外系统锁定。但这是末端攻击的选项，整个过程仍需预警和中距追踪，雷达还是重要设备。到目前为止，在空中和地上一共有16架有人军机和125架无人机被击中，无人机主要是察打一体，包括美国 MQ-9死神。请各位订阅，紧随本频道的影片，获取更新的资讯，希望大家广传，并且欢迎留言赞好，再见。